各位有緣人好，歡迎收睇玄機頻道。我哋每次都會由幾位嚟自玄機團隊嘅24節氣同埋9天星嘅老師，為有緣人用奇門遁甲問事嚟解答問題嘅。有緣人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事不宜遲，去片睇下今期嘅個案分享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天蓬星老師。有網友問我嘅電話唔見咗，請問喺邊度呢？這身落喺盤嘅中間左邊位置，即係震宮屬東，五行屬木。失物唔見咗嘅嘢，我哋睇時干貴，落喺盤嘅下方左邊位置，即係近宮東北屬土。兩個宮位都同時喺外盤，即係話朋友嘅手機應該外邊遠處遺失嘅。朋友仔最近有冇去過醫院或者地盤呢？可以喺東北方揾揾。近宮呢個宮位亦都見到有白虎吉金，朋友仔有冇揸車啊？如果有嘅話，亦都可以試下喺窗上面揾下㗎，否則亦都有機會跌咗喺其他交通工具上面。不過老實講，揾到嘅成功機會比較渺茫，因為問測者宮位震宮屬木，克時。結果時干宮位近宮屬土，木克土，即係朋友仔要付出好多嘅功夫力氣去揾佢嘅唔見咗嘅手機，但亦都未必可以揾得翻噃。再加上呢個盤星干反淫，反覆覆，睇結果嘅時干宮位近宮裏面嘅信息亦都唔理想，見到奇門4害之一嘅根影，麻煩多，都係唔係有利嘅符號信息㗎。所以奉勸朋友仔要好好小心保管好自己嘅財物啦，唔好再有下一次啦。大家好，我係玄機嘅小雪老師。有個緣友問佢嘅朋友呢，嗰部 iPad 唔見咗，可以喺邊度揾啊？我哋開個奇門盤睇一睇，失物 iPad 呢就喺睇時干嘅身。咁就落咗喺南方嘅離宮，而朋友墓則落喺西方嘅對宮。咁大家都係屬內盤嘅，咁應該呢就放咗喺屋企啦，或者係自己附近嘅位置。咁其實朋友嘅宮位嘅信息呢，同埋個狀態呢都幾差嘅，全部都黑掹掹嘅。咁呢又有青龍接觸啊、門逼宮啊，咁好明顯呢，其實就係自己亂咁放啦，又唔記得放咗喺邊度喎。咁而 iPad 嘅宮位呢，我哋就用時干去睇啦。咁個身呢，其實就落宮就喺呢個南方嘅離宮，咁就喺上三宮嘅位置。咁宮內呢，入邊呢就有呢個天柱星啦，有己土啦，有雙門同埋太陰嘅。咁其實可以試下喺屋企嘅南方嘅位置，或者西方入邊有陽台啊、有窗台啊嘅位置呢，咁可能俾一啲陶瓷啊，或者一啲土製嘅工藝品啊，或者金屬製品冚住咗。咁大約揾嘅高度呢，其實就喺腰啦，或者係以上嘅位置嗰度揾嘅嚇。咁揾到之後，記得同我哋玄機講返聲喎。如果大家需要更進一步嘅奇門運籌去解決難題，可以直接聯絡玄機客服，了解收費服務詳情。各位有緣人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同訂閱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喎。我哋下條片見。